一早阳光唤醒了骑士魂，一路骑到了苗栗3义，当然要来看看最具代表性的龙腾断桥。经历了2次大地震，那蒸汽连绵、火车快飞的场景早已不复见，但那已经爬满青苔的红砖，却依旧传递着历史之美。停下单车，几个快门，也让这一趟单车之旅的几个瞬间在时间里留念。不过旅途中还值得被纪念的，应该包括美味吧。好香哦！我最爱的咸蛋黄。油爆哈根米西，我妈妈最喜欢用咸蛋黄做菜，好吃哎。骑车骑太久了，一丛黄一撮红，这里的万紫千红很有欧洲花园的风情，已经收买人心。但重要的是，里头种的蔬菜全都成了料理的食材。听着大厨边做菜边讲起女儿的成就，妈妈的心思融进了餐桌，吃到爆蛤的味道。不过也激荡出不少创意客家菜。值得一提的是海鲜八宝丸，还真有种征服大海的霸气口感。怡姐，奶奶菜你知道有关系吗？哦，好好吃哦，而且有爆蛤跟米西耶。爆虾米丝哈，也有那人做客家菜哈，做伊个改良，像眼前，伫背行放高粱酒。那阿妈讲诶，所以用素切的猪肉放高粱酒去干的。好，八宝丸子平常拢用猪肉，俺们也蛮加海鲜花枝虾公还有嫩肉，所以包起来吃起来够软够甜。真的很有爆蛤的感觉，因为我觉得它吃起来也不会咸，不会油，就刚刚好的味道。慢慢的享受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养精蓄锐后，得往下一站出发。有点依依不舍的是，沿路的风景如此美不胜收，因此速度再也快不起来。就让我好好享受这午后时光吧。每一趟旅行都在搜集新鲜，搜集第一次，但总有念头想要捕捉那种瞬间，是由木下给你西。